如果你屋企有一台機器，每日不停咁運轉，每日不停咁印錢俾你屋企開銷，咁你使唔使俾呢台機器買個保險呢？如果你係老闆，我諗你一定會諗，如果呢部機器壞咗個件，咁點樣算呢？萬一主機壞咗，又點樣算呢？萬一呢部機器報廢咗，咁又點樣算呢？呢部機器壞一個件，就等於我哋人患咗一個小毛病咁。主機壞咗呢，就等於我哋人患咗重疾咁。報廢咗呢，咁我唔使講都應該知道咩事啊！即係證明咗呢部機器已經要報廢，用唔到啦，唔可以繼續印錢供你一家人嘅開銷啦。每當我聽到有人勸其他人唔好買保險嘅時候呢，我就會喺度諗，如果你個朋友係你喺你嘅勸說下唔買保險嘅，咁如果呢個朋友遇到人生當中嘅病或者意外揾上門嘅時候，咁樣我哋又有咩感想呢？當呢兩件事情揾上咗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屋企人失去咗嘅唔單止係一個親人，而且係一個可持續嘅不斷印錢嘅供呢個家庭開支嘅咁樣嘅一部機器。我哋作為一個家庭之主，你話係咪更應該優先上保險？係我哋作為一個兒女，作為一個父母對親人嘅一種照顧同埋責任。我講完啦，其他嘅你定。